去年12月19，台北市文发生攻击案，勇敢阻挡嫌犯牺牲的吴家昌先生举办告别式。台北市长蒋万安、桃园市长张善政拢有来致意。那吴家昌的大厝顶悬要砍国旗，表达国家上深的敬意。告别式的会场入口头前有2片堆书墙，民众写字条打起来表达心声。一直19世纪攻击事件造成几多个人伤亡。吴家昌先生伫第一事发现场台北捷运台北车站 M8出口，勇敢阻止凶嫌，却不幸死亡，最少办告别式。请和副秘书长执政褒扬令。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总统府颁发褒扬令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市长张善政也亲自来念香，并且递上褒扬状，替官部砍台北市市旗，搁再由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砍国旗，表达敬意。中华民国国旗副官熔点开始，全体请肃立。吴家昌先生的查某囝伫咧灵堂讲到对老爸思念，也引用作家余华的第7讲内面的话，形容失去至亲的感受。亲人的离开，毋是一场暴风雨，是一生上长的调息，伫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，带动狂风暴雨。家属是非常的低调，但是来自于各界的关怀及对于家长先生的一个义举，我想不管代表哪一个单位，都表示对他推崇致意，甚至我看到捷运公司董事长还行了跪拜礼，来表达捷运公司对于于先生能够挺身而出，帮助了很多可能遭到伤害的一些无辜民众，表达他们最高的一个敬意。第17讲，并将写的纪念纸条，也依照家属的意愿，将吴先生的大体做成绘画，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